我要爱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相信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好，我有看到人是摕圣诗吼，你是摕圣诗咧唱的话，伊伫下底有写2，感谢主3。敬拜主，就是讲唱第2节的时，你甲伊会有星星记号的地方。第1节是俄勒主，你即满就改；第2摆是你就改改做感谢主，把俄勒主改。啊，第3摆是就是敬拜主，哈，因为圣诗讲一行，然后下面有一个特别的，啊，第2次、第3次，啊，后来咱个一摆第1节就好。当相信较活跳的，吼，变来。当相信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相信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好，咱再来第2首圣诗534。有一项实在好听，因为伊是句要句是新，永远要句是新。好，咱来有一项诗实在好听。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若心就拢免惊，真正是通学咯。是故事也故演戏，是故事也故演戏，我在实在是真是故也故演戏。将地家耶稣基督欢喜替我来死，互我会靠你成功，永远甲你徛起。是故也故演戏，是故也故演戏，我在是是故也故演戏。第4节，耶稣所以那不救我今日再袂当解脱，有主耶稣降福我心，使我欢喜顺服。是故也故演戏，是故也故演戏，我在是真是故也故演戏。请咱三甲准备做礼拜。兄弟姊妹平安，这时礼拜就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备办心来敬拜。
选调，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307首，圣诗第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红。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红。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美红。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红。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红。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红。我要感谢主。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红。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红。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红。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红，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红。请咱同心来祈祷，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满有仁爱、慈爱和怜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因着耶稣的救恩来救赎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和你的儿女。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何等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我们愿意爱主，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做的事情不是靠着自己，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主啊，你曾赐下圣灵，跟我们永远同在，并且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实在恳求主，你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相信，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会得着能力，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灵会临到那些一直在准备心等候神的人，你就会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去成为主的门徒，去活出新的生命。
我们实在也恳求主的圣灵与牧师同在，让我们听牧师的分享的时候，就显现出圣灵运行的大能与大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实在是让我们的耳朵被上帝来打开，让我们的心被上帝来改变，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随从这个世界，只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也愿意，我们不再只是来做礼拜，不再只有听讲道、听分享，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放下自己的老我，愿意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是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当心来启应，启应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139篇。我来启，请兄姐来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这声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帛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迄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着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这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同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时，阮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提摩太前书第1章
第50到第60。第50，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第60，有人对这个偏离、失迷、空虚的谈论以上，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社青团体要带阮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因的诗歌是：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今仔日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用心行主的话，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咱青年事工的纪念主日吼。嘛，期待咱所有咱南阳教会所有的家人吼，会通重视即个青年事工的即个重要性。伫咱伫咧会场内面嘛有咱的属伫咧社青也是青年团契的成员吼，所以咱社青较等下礼拜煞吼，会晓去小可搁遐招呼一下吼。互因会通嘛参与伫咧咱的教会或者的青年的事工顶面。教会今仔日即个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所以咱头拄仔会通看见，今仔日现实是社青团契吼。但是今仔日咱中昼的爱餐
是咱的青少年团契为咱准备的吼。所以较等的吼，不管食了安怎，拢爱家己鼓励。无以后拢免食。上主要是透过咱的这青少年，甲咱的社青青年因的服侍，因透过服侍嘛会通帮助因来得到成长。青年是教会的希望，所以这也是安怎咱的教会。当初是咱咧建堂的时阵，咱伫咧即个建筑师的即个遴选的时阵，咱对即个建筑师有提出安尼的要求，就是即个教会的即个新的即个礼拜堂，即个需求是爱会用满足伫咧以后20年、30年了后，教会所需要的要做的即个事工的即个空间的即个需要，所以咱。爱为着咱的教会即个少年的一辈，因青年来提供一个安尼一个什么款的即个礼拜堂的即个空间，因为有可能伫咧迄个时阵，咱已经无伫地啊。迄时的牧师也毋是我确定，因为牧师的迄落。服侍年限就是到70岁，但是到迄个时阵，咱的教会长老，咱的教会才职事，有可能就是即群的这的青少年，可能佫毋若是干那社青，甚至是咱的这青少年团契，所以咱就佫较需要好好来培养咱的教会这的青少年，咱的青年。互因伫咧未来会通做一个真好的服侍。伫咧教会内面，我嘛捌听过，我感觉讲真可惜，就是有个教会伊伫咧面对着教会青年，尤其是迄个外来的青年，因伫遐讲迄种这个青年以后，因会佫转去因家己的教会。因就无愿意伫咧迄个顶面做好的朋友，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伫咧一间教会，伊应该是爱有迄款安尼的度量，迄个心胸，为主备办，迄个通好使用备办，迄个会通好使用的迄个器皿。所以不管咱的青年，伊是来到伫咱遮，是咱家己咱的青年去到伫外地。咱每一间教会拢应该有迄款的心，就是好好来培养这个青年，互因伫咧每一个所在拢来为主来伫遐来，咱讲为主发光作盐，才袂滴到讲较简单的。咱今仔咱若无好好培养咱的青年，咱出去到外面的时阵啊，讲较简单的，就是安那，互咱家己教会闹开。那别人的人的青年来到伫咱遮，咱无好好甲伊培养，当伊转去了，伊讲伊来到咱遮嘛，拢无得到啥物货，咱嘛是得到闹开。所以咱应该好好来为着咱的青年教会伫遐来培养，甚至为因备办一个好的安尼的一个礼拜的空间、聚会空间，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较亲像牧师伫咧过去，我伫咧前一间服侍的教会，伫咧我要受邀请去间教会进前，教会长老就甲我讲因要爱建堂。你若一般牧师若听着讲爱建堂，差不多就打退堂鼓啊。但是迄个时阵我无拒绝，因为我知影讲，若确实这是上帝心意，上帝伊家己会知。迄毋是我的代志，所以我敢若伫咧迄个心中，敢若想讲，安尼即个礼拜堂，伊到底要提供啥物货互信徒？后来虽然后来因毋是用买土地来建堂，因后来是买办公大楼，伫遐后来装修诚做一个礼拜堂。但是这间礼拜堂，因为伊是伫咧办公大楼内面，伊所需要考虑的代志搁较侪。因为政府伊对教会的迄个议定是，教会空间是公共空间，所以伊对迄个包括迄个防火、消防、迄个安全逃生的要求是第一级的。
所以你用想象一个礼拜堂，若买落去了，伊若是伫咧办公大楼内面，伊也有足侪空间是咧做逃生的啊。吼，搁你每一个空间你拢爱甲考虑到啊，所以啊，这是有足侪需要去克服的代志。但是我只有敢若伫咧迄个中间啊，甲因要求一项，就是讲需要有迄个直播的设备，以及伫咧。后来到伫迄个礼拜堂拢用好势进前，我请即个教会青年来做一项代志，就是做一个迄种咱一般即马若伫咧你咧上班的时阵，拢用刷卡对无？编一个代表讲你已经来上班。我对教会青年安尼做，伊后来真正做出来，吼后来这拄好伫咧迄个时阵，拄好诚做教会拄着疫情的时阵的迄个救命稻草。因为迄个时阵的设备拄好会用帮助教会拄好，尤其是伫咧政府要求伫咧即个袂通好实体礼拜时阵会用做直播的利用。搁迄个刷卡的拄好会通帮助教会伫咧即个登录。啥物人有出席，甚至到伫教会会员合会时阵，迄个即在人不在，即在人在的迄个依据，清清楚楚，有刷没刷很清楚，拢会使摕出来做证明。这也就是咱伫咧决定一项代志顶面，咱毋是干那只有想现在，乃是咱爱想搁较远是而且是爱去照着主的心意去想，毋是照着咱个人咱的想法，也是咱的需要去想讲我着要我要达到啥物货为着要安尼做了会通高举牧师的名，也是教会的名。所以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干那只有想一项，就是要安怎来培养搁较侪教会青少年，互因伫咧教会内面受到培养以后，会通做好的工，会通安尼伫咧教会，伫咧上帝国度内面，会通成做教会的调教。所以咱是毋是应该互咱的主安尼一点掌声一点吼？咱鼓掌来安尼安尼咱的主吼，伊伫咧。真侪代志顶面是伊超过咱的所求所想，因为根本就袂去想到有咱会去拄到啥物款的代志。但是上帝伊将迄个心意放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当咱欢喜来回应的时阵，咱就安尼对着主的路，安尼一步一步来伫遐来行。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施恩的主，照着你无限的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伫不管时用着你的神来对阮来启示、启发阮，互阮真正会通看见、听见，搁伫遐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来去伫遐敲找主你的心意，搁行伫主你的心意内面。愿你的神不断来开启阮的心，互阮真正会晓伫每一个时刻，拢会晓伫跟对主你的脚步。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们。我毋知影讲咱互咱现在的青少年、咱的青年，啥物款的模范？因伫咧未来到底要呈现一个啥物款的信仰的生活？如果咱的迄个咱的所看、所听、所想，甲咱的所讲，甲咱的所做无一致的时阵，咱的青年因为无有一个正确的军队，会抵到迄个因立好的迄个无有立好一个真好的迄个根基，抵到因的迄个信仰有可能因为安尼来歪错。不管是咱伫咧家庭也好，咱伫咧教会也好，咱如果若无有一个好的迄种水的信仰，行出迄个水的信仰，来互咱的青少年来跟对，因就会亲像安尼，咱讲骨牌共款吼，一推就倒。
就甲亲像咱进前咱伫咧四灵山的即个花莲的大地洞共款，安尼会造成迄个房屋伫迄个中间来倒坏。这也就是安怎牧师会用到遐尔长的时间来甲大家人分享。有个人会讲牧师你无啥物物件通好讲啊，是毋是？我毋知影咱捌听过有一个牧师，伊伫遐讲道，伊伫遐逐礼拜拢讲一篇的道理。会友伫遐来讲，牧师你是无啥物件通好讲啊嘛？伊讲因为咱都无行出来啊，所以恁无行，我就继续一直讲。所以咱要怎样来安尼活出一个好的迄款生命的款式，来互咱的即个青少年，咱的下辈来伫遐来军队，咱需要透过安尼不断伫遐来讲，不断伫遐来提醒，来帮助咱，互咱的信仰会通真正，毋若是干那安尼知，咱甚至咱嘛做会到。安尼时阵，咱才会通亲像咱古早人讲叫做树头若菜好栽安怎，就免惊树尾做风台。所以，只有将咱的主，咱的这青少年交伫咱的主的手中，互因伫咧因的信仰顶面，真正有一个实际的迄种经历，实际的经历，迄个甲带领。当因若有迄款的实际经历的时阵，因拄着代志的时阵，因心内就袂有任何的惊吓佮不安。咱伫咧咱伫咱的信仰的顶面，咱时常咱会安尼讲，咱祈祷讲，咱甚至咱咧讲，主啊，我将某某人，是讲我将教会交托伫你，我仰望你。咱要真实来问咱家己，咱真正有安尼来去真实的交托无？是咱只有甲亲像安尼即种安尼依然的想要安尼去继续伫遐来操纵，拉着咱的这青少年因的手伫遐安尼，那就将迄绳子绑伫咧伊的手，因照咱的方式来行。透过咱今仔日咱的分享，咱要搁一摆来好好来反省咱家己。咱是毋是真正用心来行主的话？所以，咱要来想的一件问题，就是要安怎互咱的青少年，因伫咧迄个看、听、伫遐想、伫遐讲的时阵，以及咱的行来伫遐来照着咱所行出来，来互因军队，搁会用伫咧迄中间，真正互因的性命得到好的培养。所以，咱要来想的一件代志是安尼，迄个行的迄个正确观念到底是啥物货？真侪时阵，咱知影咱着爱去行，但是咱无法度来安尼讲跨过对迄个知影一直到迄个做到，从知道从知道跨越到做到这个距离。其实这个距离无真恶地跨越只要咱的观念改变，人无愿意去行的原因有可能就是讲我袂晓，是讲我无法度。咱到底是知影了才去行，是行？迄落讲行了才了解。咱会用对囡仔来做一个安尼的学习。当即个囡仔即个婴伊后来渐渐开始咧长大，伊对原本倒伫床里，伊开始会用翻转，伊开始骹伫遐咧后顶伫遐咧踮，伫遐吐咧，伫遐一直往前。到后来，伊骹有法度安尼一骹开始慢慢挺咧，到真正爬起来，是伫咧伊知影要安怎行路，才开始起来行。
是讲伊伫咧迄个不断伫迄个尝试的过程的内面，伊伫咧迄个不断伫遐爬起来，佮跋倒的迄个过程内面，伊渐渐知影伊爱怎样行。我想真答案应该真清楚，就是咱囡仔伊伫迄个行的过程内面，伊是不断伫迄个跋倒的过程内面，伊伫遐跋倒佮爬起来，跋倒佮爬起来。伊伫遐渐渐知影讲要安怎落去行。如果咱若没迄落无先徛起来，佮跋倒佮徛起来，伊即个人永远无法度知影啥物会叫做行，因为伊伫咧迄个过程，伊无迄个跋倒的迄个经历，伊要安怎知影会晓行了好势？若无有行，咱只有干那头脑知影，就并无法度去了解。搁较无法度去得到你所真正知影的。撒旦伫咧教会内面做一项的欺骗，就是欺骗咱迄个将迄个惊上帝的话安怎，甲伊完美化。咱做上帝的事工吼，袂通失败，嘛袂使跋倒。不能跌倒，不能失败。递到咱伫咧中间，咱踌躇不前，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另外一个就是将上帝的话属灵化。我这个那个我需要更多的就是祷告，我需要安尼那个确定说这个是圣灵的感动，这个从神来的。结果，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直到咱伫遐受到欺骗，咱怎啊伫遐踌躇不前？咱无法度行，因为咱感觉讲，哎哟，咱即马想的这，毋知是毋是照着咱的，是照着咱的血气，是照着上帝的意思。这也就是我之前捌甲咱分享过，迄个基甸会进前经任的即个。咱宜兰支会会长宜山，伊来甲我讲，牧师我有迄个感动，想要去读神学院。毋过我拢一直囥咧祈祷中。伊甲我讲了，我甲伊讲，你要祈祷到偌久？你还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开始预备啊！不管你今仔日你是不是有要去读神学院，你先备班啊！你要先预备好你自己呀、不管你有没有上，你要先预备好你自己。就较亲像我当时我咧读，我要去读神学院之前，上帝伊呼召我向上帝讨2项的印证，但是伫咧我这2项印证也未达到之前，我已经开始咧准备读神学院的代志。我甲医生讲，你今仔日后来。要入去神学院，阁一个真要紧的条件是教会，伊需要有1年，迄个伫咧教会内面对伊的迄个，咱讲哪像评鉴同款。你连这个评鉴都还没有过，你还要想要去读神学院，所以先报名了再说。因为你唔知道评鉴能不能过你如果评鉴不过，就很清楚，上帝没有要你去啊，不是吗？好，你评鉴过了，你还要经过神学院给你考试这一关啊。你经过这个考试这关的时阵，你有考会过，考袂过。有当时老师伫咧迄个面试的过程内面，佫会甲讲，如果你若是考无调的时阵，你准备要安怎？有个人就讲，我就等于做我的工课。若是你咧，你会安怎回答？怎样？再考一次？我要一直考下去的，不只有考一次。既然上帝既然有安尼迄个心意伫咱的心内的时阵，既然上帝安尼呼召，我就是有迄个决心，讲我就是要，我就算即届我考无过，我嘛要搁继续来考，考到我过。当你真正有安尼迄个心意的时阵，你搁真正考无过。你才阁好好来去考虑看觅，讲上帝真正是毋是呼召你，敢无敢万？
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伫咧迄个敲出上帝心意的时阵，咱毋通互撒旦甲咱欺骗，直到咱伫迄中间，咱踌躇不前，互迄个完美化甲迄个属灵化，甲咱规个甲咱绑掉，咱怎啊无法度顶当？咱教会真侪时阵，咱拢伫遐等候，伫遐听候，结果咱怎啊真少行动。但是圣经怎样安怎讲？主耶稣伊安怎对伊的门徒讲？伊讲：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就实在是我的门徒。佮恁会捌真理，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耶稣并毋是讲叫咱先了解真理，才去遵守。反正伊是讲啥？伊讲先去遵守咧。伊讲继续遵守我的话。咱先爱先爱去遵守上帝的话了后，就会了解真理，就会知影真理。耶稣提起就讲，咱毋是讲耶稣伊所讲起的，毋是迄个叫做讲咱偶尔是讲你有感动的时阵才来遵守。伊伫遐讲的是讲继续遵守，迄意思是啥物？是爱常常遵守。常常遵守上帝话，就甲亲像讲，咱知影要安怎去传福音无论咱安尼讲上了多少的装备课程，只要咱你会发现讲，咱装备一堆讲要安怎传福音的这个课程，但是咱若无真正出去，咱只有敢若知影，但是真正出去的时阵，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只有咱伫遐开始去传，搁伫遐时常来传，不管你讲了好，传了无好，不管安怎，你就是传。就伫迄个中间，咱开始知影要怎样来传福音，敢毋是？所以有个人会安尼问讲，那都毋知影是要安怎去行。咱都毋知影是要安怎。咱之前咱捌提起过，就是伫咧提摩太前书内面伫遐讲起着。对咱今仔日咱的经文，伊讲哪？讲这个命令的目的，这个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伊伫咧中间，上帝伊对咱的吩咐是啥？伊毋是迄落安尼讲看重伫咱的行动是毋是正确，乃是讲咱是毋是有用心去行。出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台语讲啦，清洁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洁的心。你是毋是对上帝有迄款安尼的心？这个细囝因是安怎迄落咧学行路的时阵，伊毋惊跋倒，因继续徛起来，伫遐来学习要安怎去行。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因伫咧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即个囡仔，伊毋是伫遐安尼用着伊的头壳、伊的头脑去伫遐分析讲我爱安怎行，安怎行才袂去跋倒，才袂去伫遐疼。伊敢若单纯伊的心伫遐用心伫遐来讲，我就是要安怎行出来，我就是要甲爬起来。伊伫迄中间，伊就伫遐安尼不断伫遐爬起来、跋倒、爬起来、跋倒，伊渐渐伊就伫遐会法度来成功来伫遐来行到真好势。伊无需要知影讲，伊伫遐讲我会晓是讲我有法度啊。伊需要的是干那用心。如果若一个婴仔，伊伫遐讲我行路，我伫遐学行路，我会跋倒会疼，我就从此以后不敢走路。伊怎永远拢倒咧？咱有一寡士大人，年纪大了咱知影咱年纪大了，有当时平衡会无好势，会跋倒。结果咱有一寡遮个士大，因伫咧有迄种跋倒的经验了，甚至伊跋倒跌到有可能伊的骨轮倒去来受伤，搁怪伊怎啊开始安怎毋敢行，同款的意思，起来行。
当你只要不断伫遐行的时阵，你才有法度伫遐继续行，你才袂像啊落尾手，像啊坐伫咧轮椅顶面，啊坐你的后半生。所以咱伫遐不断伫遐来操练，伫遐用心，伫遐不断伫遐来练习。就较亲像人觉执事，伊伫咧伊的生病的过程当中，伊做偌济复健，伊无伫咧中间，伊伫遐来失志，伊反倒伊伫遐安尼用着欢喜的心伫遐来安尼不断伫遐来复健，伊的心伫遐渐渐来得到上帝的安尼对伊的迄款安尼的安慰，伊开始有法度伫咧复健的过程内面，有法度伫遐来共人传福音。所以咱不断需要来伫遐来操练咱家己，互咱无真做迄个叫做，尤其咱即马有真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什么？躺平。咱无搁再真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需要不断来行。所以咱伫迄中间，上帝只有要求咱一个，就是爱咱用心，就是用着迄个清洁的心，甲无愧的良心，甲着无伪的信心。无伫遐不怕犯错，哦，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就甲亲像咱过去咱唔知影要怎样来传福音，要怎样来传，但是只要咱用心伫遐来传，咱常常去传，咱无惊迄个犯唔着。你就算讲你伫咧传福音的过程内面，你讲唔着的，那又怎么样？就只有那一次，不是吗？知道啊，原来我讲错话了，下次就不会再讲错话了。但是咱如果为了怕讲错话，我什么都不讲，你永远无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咱不断伫遐传发现有倒位讲了无好势无舒适的所在，咱就伫迄中间来修正，咱就伫遐用安尼会通来将主的福音来传出去。如果咱也无去行，咱永远无法度了解，因为咱只有干那停留伫咧装备，知影，咱需要将迄个知道化为行动，做到才有法度得到。另外一个思想，互咱无法度去行的原因，就是咱感觉讲行伤过困难，所以如果咱也感觉讲伤过困难，咱就无愿意去尝试。真正很难吗？圣经安怎甲咱讲？伊讲遵行上帝的话是不难的。他说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所以咱遵守上帝的话透过主耶稣伊伫咧要上天之前，伊安怎对门徒伊安怎交代？伊讲恁去安尼。万国万邦去传我的福音，有没有？佮将我所命令因的爱因去遵守。所以咱就会通发现，连主耶稣伊的命令内面嘛是啥？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到底咱会用想象讲，咱今仔日咱到底活伫咧上帝的话语较容易，还是活在鬼的话当中比较容易？咱用好好来想一下，互上帝，咱用上帝其中的一个命令，就是咱讲爱弟兄来做做一个比喻，是听上帝话去听兄弟较容易，还是听鬼的话去怨恨你的兄弟较容易？圣经讲哪？伊讲爱弟兄就如同住在光明的当中。那恨弟兄的，就像行在黑暗当中，所以真明显的，伫咧光内面行伫咧光明的中间是较容易的代志。搁安怎？你伫咧光的中间咧行，你才袂容易跋倒，敢毋是？而且你伫咧黑暗咧行的时阵，咱家己无清楚，咱家己所要去的即个方向，搁安怎？你会行甲真慢。搁安怎？搁真危险。咱真侪时代伫咧暗时，
总是会有起来爬起来要上厕所安尼的经验。我毋知咱教会，咱家己的厝内，毋知有安尼迄个装置无？就是感应灯你伫咧厝的内面，伫咧你起床的位置遐装一拍，迄种会用感应的，人若手啊叮当一下，灯就倒起来，互你会用伫咧真安尼有光的即个情形内面行，咱才袂容易跋倒。同款的道理，咱若伫咧黑暗的内面行，毋若咱无清楚咱家己的所行的路到底是怎样，搁若你伫咧行的过程真慢搁危险，咱只有活伫咧上帝话内面，就较亲像咱行伫咧迄个光明的中间，所以真就毋是迄个恶行的事啊。搁咱行伫咧上帝话语的内面的时阵，伊所要带来是迄个平安甲喜乐，因为迄个恶的代志，主耶稣已经为咱担当感谢。困难的事，让耶稣做嘛。我们做简单的事情，我们做什么样的简单的事情？就是行上帝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彰显他的能力，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力量。讲安那，哇！伫咧迄个几个话的内面所带来是啥物话？圣经内面罗马书甲咱讲安那，是带来迄个咒诅。但是咧，活伫咧上帝的话语内面，是生命跟平安。所以你伫咧迄个两相比较之下，咱就会通知影，到底啥物话是较容易的代志。佮迄个虽然行并毋是一个真恶的但是行是需要付上代价，嘛是值得的。亲像妇人人。伊伫咧即个怀孕的过程内面，伊经过安尼10月怀胎，伊经过即个怀孕的过程内面，最后生出一个婴仔，并毋是困难的代志。我知影生囝毋是一个真恶查甫的讲即句话时阵爱真细意，但是一个真要紧的，因为这是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毋知咱捌看过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啦，讲迄个遵守上帝命令的人，伊连生囝嘛是真，那亲像咧妇人共款。我毋知咱捌有看过迄段经文无？搁安那，搁你伫咧迄个怀孕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件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你只有干那伫咧怀孕的过程，结果。你伫遐酝酿，结果安那？你不愿意付上代价，结果即个囡仔伊若无生出来，会发生啥物代志？你毋拿你即个怀孕的即个过程当中，你受尽了苦楚，白费了。搁安那？对你的性命危险，因为即个囡仔伊会一直大。共款，迄个正确的迄个看和听就较亲像上帝话伫咱的内面底下来不断底下来孕育。当咱不断底下来有迄个正确的想跟正确的讲，就是不断底下安尼，互上帝话底下安尼不断底下来成长。上落尾，咱安尼看到迄个行是对迄个咱的性命是有利益的，咱落尾手，咱愿意去付上代价。行出上帝的话，所以咱需要伫迄中间不断伫遐来操练，互咱的迄个，咱对看上帝话、听上帝话，后来咱开始有法度去思想上帝话，去讲起上帝话，搁落尾手行出上帝话，安尼咱伫遐不断伫遐每一工伫遐反复伫遐来操练，迄个行的每一个坎站，每一个行动。过一段时间了，咱就会渐渐来成做习惯。无论是迄个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迄个习惯，拢会渐渐成做咱每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咱若选择迄个正确的迄个行，就会有迄个正确的习惯。咱若无去选择迄个正确的行，
结果咱就会养成迄个错误的习惯。伫咧咱进前，咱嘛捌提起过，就是迄个咱讲去用着培养，而不是对付的迄款的观念。所以咱毋是伫遐讲啊，要求主来将咱的迄个歹的习惯来甲伊挪去啊，因为迄个真做你的习惯是不可能。但是咱爱用上帝伊的话语，伫遐咱伫咧心内伫遐来培养，用着培养来去挪移迄个过去迄个无好的习惯。因为伫咧咱伫遐积极伫遐来养成迄个正确的习惯了，咱就会来去代替迄个错误的迄个习惯。迄个错误的习惯会伫遐点啊一滴伫遐来渐渐啊来消落。咱就甲这就是咱进前咱提起提起到的迄个叫做培养白狗，怎样不理黑狗？迄个黑狗是迄个足歹的吼，搁伫遐抢白狗的食物，咱就将不去理黑狗，喂养白狗，互迄个咱的迄个正确的生命伫迄个中间慢慢啊安尼一点一滴来移转。就较亲像讲我毋知影讲咱过去咱拢啥物款的习惯。如果咱若选择迄个早起的习惯，咱天天伫遐来早起，渐渐即个习惯就会安尼慢慢啊被养成。咱落尾手，咱毋免时间，咱时间到，咱嘛家己会起来。迄个迟到的迄款是讲迄个晚起的迄款的习惯，就渐渐啊会不见。咱若讲用顺服来做例，咱若时常来选择顺服上帝的话，就会养成迄个顺服的迄款咱的习惯。如果咱若无选择顺服上帝，咱就会安尼养成一个无顺服的迄款的习惯。直到咱知，但是咱却无法度去行，因为咱无愿意顺服伫咧上帝对咱的迄款的命令。咱若伫遐迄个养成迄个正确的习惯，咱就会发现讲，迄个过程内面是要互咱得到祝福，得到上帝的恩典赐福满满。所以咱过去咱嘛捌有人有安尼迄款咱的研究，伊讲安那？伊讲人需要21天伫遐重复一个行动，连续21天重复一个同样的行动，你的大脑就会接受讯息，就是去改变我们的习惯。你每21天都同样做同样的事情，那个习惯就成为你的习惯。迄个正确的行真重要，但是咱袂通好安尼讲偶尔为之，而是安那咱爱伫遐安尼伫遐养成迄个正确的习惯，搁安那搁迄个习惯是爱快快的做，多多的做，搁长长的做。咱唔好伫遐拖沙，咱爱伫遐真紧来做。咱知影讲这是一个正确的，这是下主的心意的，咱就爱伫迄中间伫遐来快快的做。安尼无咱会真容易去袂记哩。我毋知影咱捌安尼伫咧读圣经的过程内面有安尼迄款的经验无？就是咱伫咧甚至有当时是牧师咧讲道也好，也是咱听见某一个讲道，也是讲听见啥物货，有一句话听了足好诶，即句话足好诶，这圣经内面即节足好诶，结果咧，咱无马上甲记起来，结果是安怎？袂记哩。咱只有伫遐安尼快快的做，咱才袂容易忘记，嘛袂直到咱失去动力。咱就爱找机会伫迄中间，佮知影了，佮安那，佮爱多多的做，行的即个次数，咱所行出来的次数就会哪来哪济，迄个习惯就会哪来哪得到迄个养成。佮安那，佮咱伫遐爱时常来伫遐做，迄个行的时间。毋通安尼伫遐安尼过伤久，今仔日做一个，初一15才过来做一个，你会发现讲你所做的袂成做你的习惯，佮落尾手甚至怎啊袂记。只有伫遐安尼，逐工伫遐行，逐工做，就会养成真紧来养成迄个正确的迄个习惯。
迄个习惯就会成做咱的迄个个性。就较亲像哥林多后书内面，伊伫遐讲安那，伊讲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要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真要紧的条件，就是啥物货？就是叫做在基督里。离开耶稣基督，咱袂通好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佮啥物货是迄个叫做伫基督的内面？就是伫基督的话内面，咱若选择行伫咧迄个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内面，伫咧行伫咧耶稣的教示内面，咱就是伫咧基督的内面，安尼咱就是迄个新创造的人。咱接受耶稣的时阵，选择行耶稣的话，这就是新创造的人。咱既然讲咱是一个基督的门徒，结果咱无愿意去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安尼毋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当咱接受耶稣，咱行耶稣基督伊的教示，这是新创造的人的第一步。佮安那，咱要得到耶稣的迄个新的性命，佮安那，就算讲无马上活出迄个耶稣基督迄个性命，但是迄个经文内面，伊伫遐煞照安怎讲？伊讲啦，讲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要让旧事已过。就讲你不断伫遐安尼，咱毋若得到耶稣的性命，佮咱并无马上来活出耶稣基督的迄个性命，但是因为咱踮伫咧基督的内面。互基督的话不断伫遐来，咱讲浸泡伫咧基督的话内面，迄个旧的代志才会变作新的。咱的旧的人，咱必须爱互迄个旧的代志变成做迄个过去，不断伫遐来选择踮伫咧基督的内面，踮伫咧基督的话语内面，咱伫遐开始伫遐选择迄个正确的迄个看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佮伫遐开始来去想上帝的话，佮讲上帝的话，咱就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会通安尼，互耶稣的生命真正活出伫咱的生命内面。迄个活出迄个新创造的生命，毋是真困难达到的代志。介在伫咧咱是毋是愿意来选择开始去改变咱的所看、所听、所想，甲着咱的所讲，以及咱的所行。这5个阶段，看天想讲神是培养咱生命的迄个基本功。咱首先是要有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照着迄个正确的想，甲着正确的想的讲，来去安尼讲，孕育咱所看到、甲所听到，然后咱落实伫咧迄个咱的行道内面有正确的行，互咱内在的迄个生命来得到改变，化做咱外在的行动。那安尼时阵，今仔日咱遮个青少年，伊看见咱的生命，因就会意爱要去军队，佮迄款的军队。会带来教会的复兴，佮咱伫迄中间，咱会看见咱的儿女，咱的遮青少年，因为军队上帝话，佮行出上帝话，咱根本就毋免对咱的遮青少年伫遐来心内有侪的迄款的对因的迄款咱讲担忧，因为有上帝话伫咧因的内面，诚做因的快乐甲帮助。当咱正确安尼看天想讲神，咱就会通培养出迄个正确的习惯，诚做咱的个性，佮培养耶稣的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佮会通帮助人，因的生命嘛，甲咱共款，会通得到耶稣的生命。安尼，当咱伫遐常常用着即个建立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伫遐来安尼来去咱讲衡量咱所选择咱的。任何会遮会看，咱会听，甲咱会想，甲咱会讲，甲咱会行的时阵，咱就会发现，咱佮甲咱的生命是一个无共款的生命。咱毋是迄个躺平的基督徒，咱是迄个真正行出上帝话的基督徒。咱其他咱会通好好来去操练安尼的功课，
伫咱国内日子内面，真正会通互搁较侪人，因为咱所活出迄款性命，因会意爱要爱甲咱共款，搁互主的名，因为咱来得的阳光。咱会通好啊，搁来回想一下，头拄仔咱所分享的，咱知影上帝话真好，为什么咱常常无法度去行？咱拢去想看卖啊，为什么会安尼？搁上帝对咱行出伊的命令的迄款的吩咐，毋是安尼看重伫咱的行动是毋是正确？伊所在意的是甚物货？咱头拄仔伫咱的分享内面有讲起着，迄是甚物货？第二，咱要怎样来去确认咱家己是毋是行伫咧上帝的话语的中间？搁咱上无法度行出上帝的话语是倒一件代志？恳求主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不断来甲咱启示，来甲咱光照，互咱会通看见咱的生命真实的情况，咱欢喜伫迄中间来选择改变，选择来互主的生命来伫遐慢慢咱培养主的生命，互伊的生命来替换咱的生命。第三，咱要怎样来培养迄个正确的习惯？是真安尼会通来真做一个。迄个新创造的人的重要的条件是甚物货？搁咱每一工有伫咧更新，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啊无？伫咧基督内面，要怎样培养迄个正确的迄个习惯？咱信主了，咱敢有真正开始伫遐来培养正确的习惯？咱用好好来想。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例。就是我知咱大家人其实拢对迄个，不管是读圣经也好，唱圣诗也好，拢有一个真好的，咱拢已经甚至已经将这圣经拢甲背起来。是安怎咱拢想象讲，伫咧过去，咱的教会已经有买过新版的圣诗。但是，迄个新版的圣诗咱无用，迄个中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如果咱若好好来想，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是安怎牧师后来爱用和合本的2010年版的圣经，是新版迄个现代台语的本的圣经，迄是经过圣经学者。以及即个圣诗委员会，因的迄款安尼真侪的安尼修改，包括圣经是经过侪即个咱讲叫做考古了，有迄个新的即种的咱的迄只的迄落发现了，有做搁较好的即个翻译。结果因为咱习惯，我就已经背起来了，你叫我换新的圣经。如果咱若用安尼想，今仔日咱伫咧咱既然主要所讲，咱应该有一个换新，真做一个新造的人。咱连这咱拢无愿意去改，安尼咱有可能将咱的老我放掉，去真做一个新造的人吗？咱用安尼好好来去想，咱是毋是一直拢敢若活伫咧迄个习惯的内面？我们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们不愿意走出去。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愿意真的是去修改、去改变。虽然讲迄个过程改变，迄个过程会痛，会有无爽快，会有无不舒服。但是我为着主的缘故，我要踮伫咧基督的内面，我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我欢喜伫迄个中间来改变。是咱犹原继续讲，我就是我。那安尼，咱就继续伫咧迄个老我的过程当中，咱无得到更新。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以及咱今仔日分享，咱好好来个想，主到底透过即个经文，以及咱今仔日分享，伊到底要对咱讲啥物话？互咱真正会通踮伫咧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换新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主，阮真正
真习惯伫阮的即个生活内面，阮真意爱踮伫阮的舒适圈的内面，直到阮嘛无气力去用人来讲去主你的福音，因为阮爱面对生份人。主，阮也伫咧阮的生命的中间，阮欢喜踮伫咧即个舒适圈的内面，因为迄个改变对阮来讲是困难的，迄个改变对阮来讲是互阮感觉无爽快。主啊，当你教示阮，恳求主圣神不断来提醒阮，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欢喜来接受任何的改变。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因为阮靠主来较赢，互阮真正会通靠主的话语，互阮会通不管伫任何的改变，阮因为有主。诚做阮的气力甲帮助，阮伫迄中间就领受对主你来迄款换新的迄款的国外迄个生命，互阮一日一日来伫迄中间来得到换新，互上帝的话语诚做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的迄个气力甲帮助。愿你的神不断来启发阮、启示阮、引带阮，互阮欢喜。安尼学习主理的模样，用着圣经的话语来成做阮生活的准则，来行出主理阮行出的路，就是阮欢喜弃权，互主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搁互阮日日伫阮的生命内面，伫阮的生活中来安尼高举主你的名，互主你的名，因为阮所行所做来得到一切荣光。阮安尼恳求祈祷，靠操作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34首，圣诗第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请起立来吟全首。一项诗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若亲像拢免惊，真正是通学路。是我要顾用心，是我要顾用心，我在是真，是我要顾用心。上帝的耶稣基督欢喜替我来死，留我为通灵的成功，永远甲伊徛起。是我要顾用心，是我要顾用心，我在是真，是我要顾用心。耶稣替我担当在咱来世的世界，予我时常欢喜平安，永回想我罪罪。是我要顾用心，是我要顾用心，我在是真，是我要顾用心。耶稣灵爱无穷无尽，实在回荡切多。救主耶稣感我我心，予我欢喜顺服。是我要顾用心，是我要顾用心，我在是真，是我要顾用心。请咱犹原徛伫，同心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刀林内受苦，变四界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着全能的爸上帝大权，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托，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头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请毋免奉献。请廖丽云姐妹甲邓依云姐妹来施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的祈问的护理，耶稣龙他的切，我的在前的世俗，看我眼里最奇苦。亲爱的上帝，今天为青年事工主日，我们将我们金钱全然献上，将我们所有的事工全然交托摆放在你面前，作为教会的使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做伙来读。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洁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题目台全书1章5节。华语。华语。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提摩太前书1章5节。
这是咱来迎新报告，唔知影敢有新朋友伫咱的中间？请问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里面吗？后面的那个姐妹跟弟啊？不是呢，不是最旁边那位。那个美珍长老的后面那位。来，欢迎。哦 ，OK。好，咱即马做伙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理是青年事工纪念主理。礼拜中特别安排咱的青年青少客来做伙服侍，且为着青年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今仔日礼拜了后有爱餐，请兄弟做伙来用餐。第二项，下主日是母亲节和11奉献主日。礼拜中，主日学和青少期的学生有准备手做的礼物，要送给所有的妈妈。第三项，4月28号小会决议。第一，接纳本会建堂建筑师是张忠卓建筑师。以下的细节，请咱家己过目。第4项，宣报所得税所需要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11奉献地内底，请兄弟家己来摕。第5项，6月20日甲23号，本会社青举办社青营，请兄弟家己来过目。具体消息，请兄弟家己过目。下礼拜的侍奉名单、下周聚会概况和会计报告，请大家自行过目。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向财务同工反映。以上报告，请问牧师敢有爱补充报告的无？阿姊平安。咱伫咧即个具体消息内面吼，第一项，拜六是即个要伫咧即个有节即个思亲儿基金会遮吼，来伫遐办咱七星中会南阳区即个妇女联谊会所举办的母亲节的即个园游会吼。那咱兄弟有要去参加的人要叫买即个园游券，会通好甲咱的秘鲁老师来，咱的妇女团契会长秘鲁老师来甲伊叫买吼。其他的部分迄个咱教会吼，咱教会已经有决定，就是请即个建筑师张忠卓建筑师，诚做咱的叫做第一顺位的那个建筑师吼，建堂的建筑师除非这位建筑师伊有放弃，才有由第二位来那个第二顺位安尼那个来接任吼。咱感谢主，咱教会安尼自开始有决议，透过问卷一直到即马咱的安尼已经进入即个开始要设计的即个进程吼。咱的迄落若对礼拜堂吼有安尼要看出讲可能生做啥物型的，迄个设计师迄天摕出来迄个模型，即马放伫咧咱的交易厅，咱用去遐看。但是迄个毋是最后版本吼，因为咱有讲，迄是干那伊将伊的迄个设计理念伫迄中间来呈现。那搁过来即个咱的建筑，咱的迄个建堂的委员会会甲伊有做真侪即个讨论，甲修正了后，才会决议。搁即个决议
图面确定了，咱才有搁经过会员大会，吼，咱会搁开会员大会来接纳，才有正式启动哦，吼。这有足侪的程序需要去做，吼，所以毋是干那咱哦讲要去就要去吼，这有真侪代志爱做吼，所以咱会通耐心来等待，咱若是对这个礼拜堂有啥物款的想法，吼，会通好对建堂委员会的委员来甲因讲，吼，以上。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宝贵的真理。主啊，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保罗曾说的，我愿意行，但却行不出来；我愿意做，但我的身体却做不到，好像身体不由得在我一样。但我们恳求主，你的能力，你的真理的话语的力量，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做出来，真的去试试看我们所不习惯或是在我们舒适圈之外的事物，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基督徒，让我们是用话语行为来活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是青年事工主日，我们也要为着我们教会的青年和这世代的青年来祷告。在这个世代里，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有许多不同的吸引力和诱惑，叫我们失去对主的专心和渴慕。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时间被手机偷走，用手机的时候偷走了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偷走做家事的时间，偷走我们安静睡觉或者是在上帝前面静默的时间。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世代的人有智慧，有分辨的智慧，叫我们不是被手机控制，而是去使用手机这个工具，给我们智慧，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也能够分享主的真理。在我们的 FB 和 IG 限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主啊，我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在青年世代以及上一代之间，我们有许多文化的不同，这当中好像有一个鸿沟，互相不理解，特别在价值观上面有许多的互相的不愿意聆听。求主你的爱亲自来打破这个鸿沟，让我们不分世代都能够愿意聆听对方，不分世代都在神的殿里面，神的家中来赞美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也要特别为着花莲的人民和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在经历地震之后，还有许多的余震，有建筑物的损毁，生活也深受影响。许多观光客不愿意在最近去到花莲，使他们的经济上十分困难。主耶稣啊，恳求你的怜悯和帮助临到花莲的弟兄姐妹，安慰他们的心，也叫他们日常所用所需要的食物用品都不缺乏。主，我们也要为着世界的局势来祷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当中，甚至影响到了美国的表态，这当中有许多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美国当中，有一群的大学生是支持巴勒斯坦，因此有一个罢学的动作。主，虽然在这样的世代里头，我们不明白发生这些事情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恳求主你的掌权继续能够持续在这些国际关系当中来保守一切能够平安。我们也要为着我们身体欠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恳求主你的医治临到他们的身体，恳求主你的平安就进入到他们的心中，在疼痛难耐的时候，叫他们能够紧紧抓住主的手，主你的爱就永远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今日的敬拜和祷告都能够得到主的喜欢。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敬颂扬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因是煞车无需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应全首。对主你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主圣神即时就帮助阮、感动阮，互阮当行出去了，阮就照主你的话语切实去行，互侪人因为阮所行出来，认出阮是跟对你的，搁会通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互侪人、万人因为阮来得到对主你来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恩典满满。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搁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咱彼此互相来唱这条诗歌，来互相祝福。愿上帝因你所有的人，愿上帝更因你救的人，愿伊救个咱的路上。咱是所带咱倒腾，愿上帝个因你照的人，愿上帝听因你念的人，愿上帝听因你念的人。愿咱所受一切温暖，献伫你咱所做所讲，愿上帝听因你念的人，愿上帝听因你所予人，愿上帝。咱的伫咧总庭，咱有爱餐，欢迎兄弟会通留落来，咱继续同齐来彼此交谊。
今仔日到5月份的迄个庆生所以请咱兄弟咱刷动咱的脚步来到伫中庭的所在，